靈修分享，日期2026年4月11日，經文詩篇94篇1至23節。詩篇作者懇求施行申冤同埋審判嘅上帝懲罰驕傲嘅人。惡人踐踏並殺害主嘅百姓，卻狂妄咁認為上帝唔知情。但係上帝絕不會撇棄自己嘅百姓，必以慈愛扶持佢哋，並要按公義報應惡人嘅罪孽。今日有啲基督徒信主多年，仍舊有着佢哋自己不良嘅壞習慣。佢哋仲掩耳盜鈴，認為上帝唔知道或包容佢哋呢啲不良嘅壞習慣。佢哋仲自以為是，並且強詞奪理，不容讓其他基督徒對佢嘅不良壞習慣指指點點。不要自欺，上帝是輕慢不得的，因為人種的是什麼，收的也是什麼。順着肉體撒種的，必從肉體收敗壞；順着聖靈撒種的，必從聖靈收永生。加拉太書6章7至8節。